大家好，我是建佑。成功小学、成功中学、成功大学、成功路、延平中学、延平路。台湾的学校名、地号名，拢爱使用成功、延平来纪念郑成功、延平准王的开台之功。教科书嘛教咱讲，郑氏王朝有开台之功。大家敢有想过，什么叫做开台？因家族对台湾到底有啥款实际的贡献呢？佫是安怎郑氏王朝会受到后来的政权、清国、日本帝国甲中华民国拢要甲推崇呢？你讲过我来听，今仔日要绍介的是郑氏王朝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郭明华，真欢喜大家来收听你讲过我来听。伫每礼拜日，咱要来听台湾人的故事。这礼拜咱要来听郑氏王朝的故事。郑成功的阿爸郑芝龙是海贼出身，伊精通葡萄牙语、日语，和荷兰人的关系嘛真好。迄当时的生理人爱伫各国相存，政府之间搬烂，无简单回送出港。伫海上嘛定定拄着抢劫，为着避免损失，因拢会组成军团来防御海贼的攻击。郑芝龙是迄时东亚海上唯一的霸权，每一只为台湾海峡通过的船只，拢爱交保护费。毋管是去东洋的，也是去暹罗的船只，每年大只船爱交2000两的白银，小只船爱交500两的白银。可观的收入，就壮大郑家的势力。因以杭州为采购中心，丝绸、灰仔、蜡里、药材等等，透过厦门送去各地。因向日本出口砂糖、鹿仔皮、米娘、盐、药材，买日本的灯泡、刀具、盔甲，才个转口去暹罗、加子，就是即马的越南，做国际的三角贸易。伊伫海上帝国创造的收入，甚至会当超过民国规年当的税收。这嘛对郑成功未来要反清复明建立重要的基础。此外，伊阁向荷兰人买先进的船炮，伊的军队愈来愈大，互民国感觉足不安呢。最后，民国以协防海贼为理由，收买郑芝龙，封予伊官位。自安尼，伊就会使乌白统治，一边做海贼，表面上搁一边做海军，只要莫甲官府作对就好。郑成功的原名是郑福祥，是郑芝龙和日本人所生的。6岁时，郑芝龙甲伊接转去福建，改名做郑心。阿爸对伊期待足深的，就请一流的老师来，互伊接受儒家的教育。郑心认真拍拼读册，考调民国的秀才。毋过，迄当时的民国已经要袂使啊。残存的民国势力伫南方建立南明政权，其中南明的东王真介意郑心，就甲伊改名做成功，阁赐互伊主即个民国皇帝的姓，所以国姓爷郑成功就是安尼来的。郑成功21岁时，清国的兵马攻入江南，西瓜洼大兵海贼出身的郑芝龙，招郑成功斗阵去清国投降，互郑成功拒绝，并且再三苦劝。毋过老爸也是坚心的为安平港出发，去福州的天兴府投降。想袂到的是，郑芝龙煞互劫持到北京去斩头。
后来郑成功带老爸残留落来的部队，伫东南沿海反抗清国。有人推荐21岁的泉州同乡陈永华和郑成功讨论政局。陈永华发表伊对未来政治趋势的见解，受到郑成功的欣赏，讲伊是当代的诸葛亮，封伊为参事，并且作为大汉囝郑经的老师。1661年，郑成功发兵东征台湾的时，命令陈永华随后世主郑经，爱坚守金门、厦门。郑成功摕到台湾了后，听到厦门传来的消息讲，郑经的第一个囡仔郑克忠出世啊！毋过是郑经甲小弟的儿母私通所生的。郑成功知影了后，真正愤怒，命令下骹手人去厦门，要甲郑经、郑克忠、儿母，佮有家己的看守董夫人斩头。下骹手人恐惊郑成功到时会反悔，安尼伊的性命可能嘛会无去，毋敢对郑氏家族的人动手，只有杀死儿母尔。听到下骹手人反背命令，雷公姓的郑成功非常的生气，当场就昏去。伊一生效忠民国，无法度替阿爸报仇，后生阁舞一出碗啊贴铁啊的见笑台，种种打击之下，无偌久，却雄雄死去。郑成功来到台湾无甲1年，伊赶走荷兰人，建立第一个汉民族的政权，因此奉称作开台祖。俗语讲，后仔读猪仔，是咧讲家庭内底违反人伦的无正常的性关系。郑成功39岁就雄雄过身，险因为私通互老爸刣死的郑经，这声就爱甲老爸留落来的重担扛起来。这20岁的郑经，敢有才调做台湾的国王？到底因家族对台湾有啥款实际的贡献？咱即马就紧继续来听看卖。郑成功过身了后，郑经继承老爸的王位，自称是东宁国王。伫国际贸易的文书中，外国人嘛称呼伊为 The King of Taiwan。郑经的老师陈永华设立营盘残屯田制度，要求军人平时爱种田，战时爱做兵，互因一方面锻炼身躯，一方面增加米粮。命令伫长山的军人眷属迁移到台湾来安抚军心，要做长期抗战的准备。佮收留长山难民来共同开垦台湾的农地。屯田种的速度未赴食的速度，郑经的军队就四界去抢原住民的土地。上有代表性的是中部地区的大渡王国，受到郑家军一摆搁一摆的攻击，因的部落互放火烧，不甲散了了，最后地死灭族。大渡王国的势力就豆豆啊稀微啊。为着要趁搁较侪钱，传武器对抗清国，陈永华接受郑芝龙的海上霸权，发展海上贸易，互台湾的经济更加繁荣。伊推出种甘蔗做成糖来外销，改良新的制盐技术，拍出品质上介好的白盐，送去李宋、日本。因为清国实施海禁，西洋各国拢无法度买到灰仔。郑经突破清国的封锁，走私灰仔去日本卖，再由日本转口去欧洲。伊是世界唯一的灰仔供应商。以上所赚的钱，养兵10万，战船数千，连清国
拢毋是电视王国的特首。迄时的台湾街市三骹步一坎店，物产丰富，袂输清国领土的任何所在。除了经济发展，教育嘛是最重要的。陈英华设立学校，建立教育考试用人的一贯制度，设立高等学府太学。第3年的学习中，每个月拢有考试，来要求学生认真读册。每3年举办电视，政府处人才，事主有公明。另外，伊阁去庙寺，互离乡背井的移民会当祭拜故乡的妈祖观世音。伫1664年到1674年的10年期间，拢是和平安定的时期，推萨教化的工作相当顺利。1673年，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清，邀请郑经参加起义。郑经嘛想要趁这个机会反攻大陆。伫7年的战斗中，结果是输甲土。伊倒转来台湾以后，就此意志消沉，不理政务，沉迷伫酒色当中，身体就此拍歹去，倒伫眠床里爬袂起来。这时，陈氏王朝的东林国分做2派，一派是要反攻大陆的军人方世蕃，另外一派是镇守台湾、支援后勤的文人郑克忠、陈英华。2派的人马拢想要掌权。经过激烈的恶斗以后，军人的反攻大陆派得到政权。陈英华就此退出政坛，不问世事，无到3个月，就因为失智死啊。过2年，东宁国王郑经嘛离开人世间。郑经死了的第3天，世主郑克忠被军人方世蕃杀死，令13岁的郑克爽为东宁国王。所有东宁国的大细项代志，嘛拢由方世蕃决定。清国得到这个大好的消息，就派郑成功进前的海军大将，即马投降伫清国的西龙，准备准接牛草，通好出兵台湾。西龙对郑氏王朝了解甲一清二楚，伊带领的军队顺利打败郑氏的海军。伊的大军来到府城鹿耳门的时，14岁的东宁国王郑克爽带领文武百官伫海边恭候西龙，押头投降，结束郑氏王朝伫台湾经历3代人经营21年的东宁王国。同个月，郑成功的6个后生，郑经的9个囝儿，东宁王国的大臣甲因的亲属等等，全部奉送去清国大陆，彻底的清理伫台湾的郑氏子民，袂当互台湾阁有任何可能有反清的领导人物。投降后被送去唐山的官兵，身体较勇健的，就派去国战场做敢死队，不死不归。其他的被分派去各所在开垦荒地，颠派流离。郑克爽是南方人，所住伫北方正寒的所在，有官名，无权，无钱，死济活食的，郑家的财产耗尽，子孙失志，就安尼，因伫历史的舞台慢慢消失去。第4王朝的故事确实精彩，毋过是安怎毋捌来过台湾北部的郑成功，却有各地流传的民间传说呢？郑成功是一个失败者，被清国逼退到台湾的失败将军，家庭伦理败坏，毋是人民的表率。伊伫台湾住无1年，时间真短。
毋过400年来一直是互台湾国民民国推崇的偶像。清国伫牡丹社事件了后，为着要伫台湾推杀海防事务，防止外国人来犯，将叛国的海贼捌甲荷兰人赶走的郑成功，美化伊的形象，定位做忠义典范、为民表率的模范人物。伫台南起一间福州式的建筑延平准王祠，每年文武百官作诗赞颂。日本时代的殖民当局利用有大和民族血统、捌统治过台湾的地福祥，互台湾人认为日本政府是继承地福祥来统治台湾的，安尼来解释因统治的合理性。将延平准王祠改做开山新社，整修为新社的模样。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被共产党逼退来到台湾以后，摇身一变成做台湾的统治者，拄拄好是和郑成功同款，因两人拢是当兵相连的失败将军。蒋介石甲郑成功美化做民族英雄、效忠领袖，伫教科书中强调光复台湾、反攻大陆的事迹，宣称伊是伟人。就安尼，伫台湾大无一年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印记，就一直流传伫台湾人的心中。1963年，福州式的建筑和开山新社被拆掉。另外，佮新起一间中国北方宫殿式的延平准王祠，正殿的入口挂有中华民国的国徽。蒋介石亲笔题名牌匾“振兴中华”，表示蒋介石嘛是中华的正统。无论是清国、日本，也是国民党政府，拢甲郑成功当作英雄。毋过，若是真正看，这个统治者只不过是甲伊当作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尔。多谢各位的收听，等后礼拜2才过来坐。这是王朝的故事，由李赞生老师译稿，郭明华讲稿嘛写台文稿，林基珍写作台文。安伟霆讲译稿嘛写钢琴配乐，陈松阳、吴玉金校对嘛是这集的编辑，周建佑是执行长，我是制作人辛武平。海贼王郑芝龙受殖民者推崇的郑成功，反攻大陆失败，致使家族衰败的郑经，你敢有介意？今仔日这是王朝的故事，你感觉郑成功一个伙仔有啥值得咱纪念的？欢迎大家留话来甲阮讲。后礼拜咱要来讲一日把手牵手互台湾李应元的故事。多谢你的收听，咱后礼拜线顶再相会。